看伫新北市的消息，新北市3年埔这个大楼起这个案件，今日早起呢8点的时，住户会当转去啊。下暗过一日到厝内底呢，这住户真正有够怨叹。有人发现讲门关袂起来，有的人啊实际去扭这个涂骹讲无平，有人烦恼讲建商资本额敢若1500万尔，恐惊赔袂起。新北市政府嘛说明上新的进度，打算伫阴暗的7点，会伫区公所开权益的说明会，也毋过建商未参加，由这个技术工会完整报告这个厝的安全状况，以及呢法制局甲律师会协助住户。住户拖行李箱大包小包，登去到家己的厝，不过进去到厝内实在是有够无奈。家桥放伫咧涂骹，几内住户做实验，涂骹已经起，而且佫毋若安尼。因为要电线要水人久，要水。不管住户安怎关，门就是关袂罢。这间厝真正是互人住到心惊胆吓。当然要住进去，不知道要住哪里。那我好像可以住在那个旅社。对啊，不可那么多人怎么住好久可以住吗？不习惯啊，那住出去这样才可以，住那边不方便啊。担心当然会担心啊。怕以后再弄的时候会再不知道会不会倾斜啊。客人当然也会担心，对啊，所以还是会那个想要说多观察几天再做生意这样。就是听到很大的声响，砰一声，对，那很大的声响，我们就以为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今日下昼8点，3店铺的住户会当转去，高速公司的人继续做检测，厝嘛有3个技术工会鉴定，确认结果安全。会住户时间来看，建案当地的时间，由土木技术工会监督工程工地修复连续片。居民进行返家，这个是透过专业的一个判定跟共同的一个研讨之后去做成共同的决定。当然，很多的住户也会觉得房屋其实倾斜后续的处理如何去谈，这个是一个后面应该要去谈判的一个重点。相关的权益啊，住户的相关权益，比方说我怕那个房价会不会下跌啊等等之类的啊，然后是否说。政府它检定说，如果说倾斜不是很严重，那你是不是可以开一些证明？毛住户烦恼帮价值，3店铺区公所会伫咧今仔日暗时7点开权益说明会，建商无参加，技术工会和住户说明安全状况，毛法制局律师协助求偿。毕竟建商资本额1500万，住户烦恼求偿有难度，敢希望代志会当赶紧平安煞过。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